咧以前都做過空姐啦，咁知道你今次衝上雲霄兒有份飾演，咁以前嘅經驗係咪可以學以致用啊？都可以係咁講嘅，因為開劇之前咧，我都會同監製同埋導演講啦。如果你有咩需要我幫手嘅話咧，我義不容辭嘅。咁我都記得有好幾場係冇我嘅，不過都會翻去幫下佢哋。可能有時有啲譬如可能有啲急救上邊嘅advice 啊，或者可能係一啲服務上邊嘅 advice 啊，都會嘗試下，即係大家互相俾下意見咯。咁其實我自己都開心嘅，因為衝上雲霄1嘅時候，我仲係讀緊書啦。10年後自己有份參演，就覺得即係好神奇嘅呢件事。咁所以係我係到真係拍第一場戲，我先至覺得真真實實我係 involve 咗喺呢一個團隊裏面。咁係真係好興奮咁，周圍打俾我啲朋友，喂，我真係拍緊《衝上雲霄2》啊！而家咁所以開心嘅，咁即係記得有一場係喺 Gally 啦，我要推住下 food cart 啦，我直頭好似上咗身咁，即係直頭不自覺咧，自己啲腳啊已經 break 啊、unbreak 啊，點樣推啊、攞嘢啊、開門，好似冇離開過咁樣。咁所以我係幾enjoy 每一日去開工嘅日子咯。咁同埋我會開心嘅係即係其實將自己呢一個以前嘅工作啦，可能你或者有少少咁可以帶翻落去，即係戲劇上面。咁我覺得啊，即係人都記得啊，善柔我記得啦，你以前做空姐噶嘛。